我做的风筝都是会动的，全部会动的风筝。我叫张天伟，我今年80岁了。我做这个动态风筝已经做了30多年了。做风筝些材料就尽量选轻的。你像这个胡子吧，就是那扫地那笤帚。那个眼睛是什么做的？就是小孩吃那个果冻那个壳壳。我们家可以说是个风筝世家，受我父亲影响，就从小喜欢风筝。我原来在工厂里边就是搞这个机械设计的。我这个还传统这个风筝基础上，就是增加了这个风力的这个机械传动，使这个风筝在天上有一部分部位会活动变化的风筝，对这个风筝就增加了这个趣味。能代表我的这个最高水平的，就是那个铜车马风筝，因为这个风筝能代表陕西这个文化。它将来这个动的就是靠这个轮子转了以后，通过这个曲轴带的。3、4级风是最合适我这个动态风筝，有时候风小都飞不起来。我现在今年80岁了，我就一直想创新，老想做新的东西，因为做过的东西我一般不想做了。也没有什么秘密，就是你时间长了，做的东西多了，最后就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多了。这个就是有好多年的那个经验的积累。关键是下一个做什么，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。现在这个最难的是不是做不出来，关键是想不出来。我也希望如果有年轻人，就像你能把真正喜爱这个东西，我愿意把这个全部的无条件的，就是全部给他。我咧就叫梁桂歡，廣東順德倫教人。倫教高咧到今日咧就163年嘅歷史，到我呢代咧就係第4代傳人。我哋咧做我哋嘅倫教高咧都好辛苦嘅。咁我哋咧每日咧就下午咧就開始浸米，浸到凌晨2點鐘，咁啊開始磨米。磨完米咧就再加糖啊嘛，再加高種啊，咁啊等佢自然發酵，發酵啊，咁咪再大日凌晨2、3點鐘就開始蒸，咁啊蒸好咗之後咧就要攤凍咯，攤凍咗先有賣嘅，倫教糕係凍食先好食嘅。呢10幾年咧，即係經過我自己研發，就好多產品啊，有馬拉糕啦。桂花糕啦，有紅豆糕啦，有貴妃糕啦，杏仁糕啦。呢幾十樣糕點咧都好健康，咁即係每一個品種個糕類咧，佢嗰個營養價值都唔同嘅。我爸爸咧有5個仔女，佢都有仔嘅，因為做呢個糕點咧，做呢個倫教糕咧就。即係揾唔到錢嘅，所以我啲家姐啊、哥哥啊，佢哋都唔願意做。不過我由細個咧，我就可能即係喺我阿媽嗰個基因遺傳啦，我就好中意食呢啲糕點嘅。不過我好細個咧就跟住我爸爸同埋我爺爺嚟跟住做嘅。好多從香港啊、澳門啊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。外省嘅開車過嚟買我塊倫教糕，佢同我講話佢來自外省過嚟買我呢塊倫教糕食，呢啲係我最大嘅安慰。咁我接手嗰陣，我同我爸爸講過，你放心交俾我，我話我要俾你做得更好。